主日的时候，我们在这里传讲神的话语，我们来建造属灵的生命。好，那我们今天我想讨论一个事情就是在我们天天面对的事情，特别是在这个国内就是很多弟兄姐妹就在网上跟我讲说，他们有一种很无力和无奈，很想认真的追求神，但是却找不到合适的教会。好，要么是这个有的教会的话说进去他说昏昏欲睡，好，但是附近又找不着，好，那怎么办？那就是说他有的人去了聚会以后，他就感觉到很形式化、很传统，只有知识没有生命。好，然后呢还有一大堆的规矩。好，那所以很少讲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甚至有的弟兄姐妹来到我们这里聚会，还得是偷偷摸摸的，不要让教会知道，因为他们的教会是非常反这样子的我们与神建立亲密关系，觉得甚至觉得是异端这样子，所以他们就觉得说这个，因为那些教会对圣灵充满了惧怕，所以他们追求的时候呢，常常也是怕怕的，怕别人知道了，怕怎么样了。好，那所以呢，这个就是所以有时候这个或者是有的人非常追求神，好，旁边人就说：“哎呀，不要太火热了，不要太强调圣灵了，不要太属灵了，就跟我们一样嘛，就是教会里混混就好了嘛，做点事情主日的时候来一下呀。”好，这就是我以前遇到的所以还有的弟兄姐妹呢，他就是找不到一个属灵的一个环境。好，完了以后他周围都没有教会，完了以后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就开始灰心，就说是不是就只能这样了，就只能这样了。我好像是不是神就是离我很远，好让我里面没有得到喂养，好像我也永远找不到一个真正属灵的教会。好，不是你，所以有的人就问我说：“哎，你们那个有没有这个内在生活小组就在我的隔壁我说那怎么找呢？所以我今天真是想借着这个机会来告诉大家，神从来没有停止寻找那些渴慕他的人。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遇到这种环境，真正的问题是这个地方不是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个完美的教会，就在我这个城市，就在我的附近。好，真正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一颗真实渴慕神的心。好，我们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跟神说：“神谢谢你，谢谢你，你帮助我们，真的是做到真的是能够让我们在一个不容易的环境当中，我们真的愿意来遇见你，来帮助我们来追求。好，来帮助我们真的在真理中追求，让我自己里面没有在爱中没有惧怕。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祷告感谢，乃是奉我主基督耶稣的圣名 ，Amen。好，所以今天的聚会的主题就是：当我找不到合适的教会，我该怎么办？好，我们首先我们要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神一直在寻找渴慕他的人。好，那约翰福音4章23到24节就讲到，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好，这句话是在什么时候出现的？好，实际上就是那个耶稣累了，到井边，好，碰到一个撒玛利亚人，结果到井边中午打水。好，那完了以后，然后呢，耶稣就跟他讲到属灵的事情那个妇人就在问他说：“那我们的祖宗都在这里来敬拜，好，那你们那个犹太人呢，却说要敬拜呢，要到耶路撒冷去。好，那你说我应该在哪个山敬拜？好，我住在这边，你的耶路撒冷那我是撒玛利亚人，那你在那边，那我怎么搞这件事情呢？就是意思有点像是说，那哪个宗派最对呢？我们撒玛利亚人是这样敬拜，你们犹太人是那样敬拜，地点也不一样，方式也不一样，
那怎么办呢？到底哪个地方神最认可？所以这是撒玛利亚的一个困惑，的确也是一个现实问题啊。他的确他住在撒玛利亚，好住在那里，他就觉得说那个，所以耶稣就跟他讲了一句话，就说你应该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不是在这个山上，也不是在耶路撒冷。好，意思就告诉他，你现在不要跟我讲地点，好，这个地点根本不重要，也不是形式。好，你在你们犹太人的形式，我们撒玛利亚人敬拜的形式，也不是这个形式。就是说，他就意思就说，时候到了，他说你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去拜他。神是一个灵，所以你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所以跟地点、跟方式没有关系。所以神就是在这个地方跟撒玛利亚人就是在讲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很多人，我聚会，我以前信主以后，我就搞错了一个方向，我就以为去了教会就等于亲近神，聚会多就等于属灵，参加服侍到教会里做很多事情就等于生命成熟。哎呀，你都做了，你都当执事了，哎呀，你的生命一定成长了，就是这样。所以大家都根据你在教会的位置来判定你的属灵的成熟的程度怎么样哈。其实不一定的哦，真的是不一定的，因为有时候可能是对的，因为这个人复信主时间久了，在教会里时间久了，他懂得的可能就是多一些，然后呢，他可以按照教会的一些规矩怎么样干事，他比一帮刚刚进教会的人来的话，比他们是成熟一点点，但这个不是这个绝对不是绝对的标准去衡量哦，因为有的人聚会很多，但他很可能离神很远。就是来聚会嘛，听道嘛，然后上面听到，下面滑手机或者睡着了，好，就这样子。好，有的人环境很有限，好，但是很可能他住在一个偏远的乡村，好，然后呢去一个教会，那可能要翻山越岭，所以他很可能借着网络，好，在家里这样子亲近神，天天与神同行。你说哪一个更加讨神喜悦呢？好，所以今天我们有个误区，就觉得只有环境好，我才能够属灵；只有教会这个最好是内在生活，这个教会就在我们家隔壁，所以我才能够追求。好，但圣经里真正认识人的人是很多经历旷野的。我们很熟悉的一节经文就是神呐、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的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可想你，我的心切慕你。注意哦，这个是大家都知道，这个是大卫写的诗。大卫写这个诗，并不是在圣殿里写的，好，而是在旷野。而且那个旷野呢，是早上起来了以后，就有人来报，扫罗又在那个已经这个快叫你了，赶快跑呢！所以他逃亡，他孤单，就这么几个人跟着那个小虾米几只，好就跟着他跑。好，那就是就是在这个反而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他最深的经历神。他主日那没有一个圣殿可以去，一天到晚跑，被大卫追杀哦。好，那所以人在什么时候，就是在什么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呢，才真正的发现，原来神自己才是我真正的满足。好，所以大卫的真正的爱神的地方，他是在旷野。真正的旷野，很多时候神允许我们经历一些属灵的旷野。属灵的旷野，这不是要丢弃我们，而是就是告诉我们，就是说，哎，如果把你那个依赖的环境给你抽掉了，你能不能够真实的认识神？我环境好，我们那个在那个大教会，好，那以前我有个姐妹也是跟我讲，他们那个在上海，他们一直去的那个教会，突然的就是遭到逼迫嘛，就被迫呢，就说那牧师就宣布说，以后从今天开始。都不要到这教会来聚会了，因为被逼迫被关了嘛。就是说那里面呢，就把它分散成各个小组，自己这个在小组长家里去聚会，就是分得很开嘛，就是只有就是那种一个个的，大家都感觉很伤心，很伤心。哎呀，我们就从此完蛋了啊！
教会没了，这样的教会没有，牧师也没有了啊，就这个一个小组长啊，我们怎么办呢？啊，所以很多人就觉得很受伤，好，很受伤。那好，就有的姐妹就开始，那个时候我到上海去，我就后来跟他们见面，所以他们后来就有的人就说，我就开始学习了，刚开始就是哭了啊，完了，我们教会没了，这样好，刚开始就是很难过。到后来呢，他们就是有几个，因为他们有几个呢，都来上来，来跟我们一起等候神啊，跟我们一起过内在生活，所以就觉得说，哎，那我们可以就我们几个弟兄姐妹，我们搞一个小组，好，所以他们就几个人就集中在一起，好，然后呢，平时在家里，因为小组也不可能天天聚会嘛，啊，小组一个星期啊聚个1次2次这样的哈，好，然后呢，他就在家里，他就说，这个时候他就开始真正的安静下来。一开始是不太会祷告，一个人，因为以前在教会里大教会习惯了嘛，啊，牧师祷告就好了，我们在下面就说阿门，就挺好的。但现在没了，没了，他就开始就说，哎，那后来在我们网上跟我们一起等候神，然后呢，自己呢在家里读圣经呢，就读几节圣经，跟神说说话呀，安静啊，就这样子。结果他说几个月下来以后，他里面就很非常感动。他说我第一次发现神是真实的。当我在没有一个真实的实体的教会去聚会的时候，他说我发现我以前原来信的是一个宗教，好，我仪式和地点这个东西要如果拿掉了，我就完了，我就完了。所以他说他觉得他开始来经历与神的关系，所以他就开始跟我讲说，在与神，他就开始在家里等候神了，他就感受到神的同在，是在过去在去教会那样子的仪式中，他说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好，所以他就一直不眼着哭啊那样子。好，所以你要知道，有时候神在外面的供应的减少，他是为了让我们直接的来到他的面前。好，所以因为你不要觉得说，哎呀，神啊，你怎么让这样的环境临到我们呢？让我们那么大一个教会突然就把它拆了呢？拆成分摊过这个小摩西之枝呢？好，当你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你很可能会满足到过去主日的时候去做一下。哎呀，我们教会领大，还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啊，完了以后你就跟着就好了。当你这样子以后，一个人的时候就开始说，哎呀，完了完了完了。这个时候呢，你开始注重与神建立关系，你才会真实的经历到神。好，这个是第一点。好，那当然就有人来问说，那这个样子是不是就没有遮盖？我们的小组没有牧师。好，那我们这个小组，那到底有没有神的遮盖呢？好，这个所以我们就来谈谈这样的一件事情哈，因为现在在现在的社会上面，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好，会有这样的疑问。我们今天呢，就是要我们平衡的来谈这个问题。好，我们不走任何的极端，说哎呀，只要你们这里没有牧师，你们就没有遮盖。好，所以这也是很多人来拉我。有的人甚至拉我就说，哎，你要找一个牧师在上面罩着你，否则的话你就是没有遮盖。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遮盖圣经到底是怎么解释的。好，那因为现在很多人喜欢讲这个属灵的遮盖，好，已经把它就是所谓的属灵的遮盖呢，就把它扩大化了，就是说只要你没有某个牧师在你的上面，而且这个牧师一定被按牧的，有个头衔，好，没有加入你的这个，或者是你这个地方没有加入到某一个系统里面，你也没有正式的头衔，就不安全，就是没有遮盖。好，所以我们就认真的来读一下新约里面我们看到的，圣经真正强调的不是人控制人，不是一个牧师在你头上啊，完了又可以对你发号施令，你在下面去做好，这个才叫做有遮盖，而是人与基督的关系。好，我们首先看哥罗西书的第2章18到19节，就讲到不持定元首，全身既然靠着他，筋节得以相助联络，就因神大则长进。好，他这个地方是讲什么意思？好，谁是真正的元首？这里是谁是真正的元首？这个元首
当然就是我们都知道是耶稣基督真正的遮盖，首先不是某一个人，而是耶稣自己。好，所以当然呢，神也会在教会中设立啊，比方牧师、好教师、长老、好属灵同伴，好这些东西都是为了你，让你它的作用就是帮助你更靠近基督，不是代替基督。现在都搞反了，那个你的信仰，首先你就要到一个教会，因为我觉得教会是好的，会帮助到我。我过去特别是刚刚信主，圣经都不知道，只要牧师在上面讲一节经文，我就翻半天，不知道那个是新约和旧约，我都分不清。好，那所以教会的话，有一些课程帮助这个这个音频，我们现在是直播，我们现在不是音频哈，我们现在是在直播啊。好，那音频和视频的话，我们都会在这个聚会完了以后，我们都会发到我们各个微信群，好，你都可以随时去看哈。好，所以我就发现现在的话都是一个很多地方倒过来，好，到了这个教会，你就跟着这个牧师，这个牧师就是你的遮盖，然后这个教会到底怎么走，你搞不清楚。甚至我都发现有一些牧师，好，甚至没有受过什么样的训练，就是到哪个地方，这个补习班啊，去上了神学几个月，然后呢，可能被某个人就去暗慕了一下，然后就按照那个体系，他们的那个体系来放下来，好，就是这样的。所以很多的教会就开始，很多进去了以后，就是学他的一些仪式。我们的教会要这样做，所以波饼聚会哈。大概那个，就有人就跟我争着啊，我们教会说是叫掰饼聚会，不能说波饼聚会。我就说，这个细节根本不重要嘛，因为我们波饼聚会的意义是那个核心，所以很多人就把核心就给忘记了，来到教会就是来跟随某个牧师，然后遵守我这个教会的规矩。然后真正的你与基督有没有建立个人的关系，谁也不在乎，谁也不会提。甚至你去过内在生活，他还相反说这个是你跟神去等候神啊，跟他建立关系，跟圣灵建立关系，他的灵恩，所以是相反的哈。所以我就看到了，就是人代替了基督。好，所以人是某个牧师成为你的遮盖，而不是基督成为你的遮盖。所以你是不是觉得这不是本末倒置了？好，我们也看了哈，圣经从来都没有说没有正式目的，只有正式的牧师才能带领聚会。你到圣经里面去查，哪个地方就讲过？没有。好，所以这是今天很多人的误解，特别是初代教会开始的时候，根本就没有一个完整的体系。初代教会怎么哎，今天这个人家里开了哦，都到家里去祷告，聚会都在家里。他们那个时候也没有建堂，就是那，所以他们是怎么样？好，所以我们看到《使徒行传》里面就讲到这些事情，他就讲到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殿里祷告，且在家中擘饼。好，那这个《使徒行传》这是2章46节是这样讲的，注意哦，他也在家中。好，早期的教会都是在这个不是大型的一个正式的聚会，而是小群体，他们是一起祷告，一起交通，一起追求神，甚至很多地方并没有所谓的这个神学院毕业的牧师，好，他们没有神学院这个事儿哈。好，所以他这个地方就是看到他们有在店里，也在家里，好，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件事情哈。还有，所以我们就是看到，就是说今天就是这个，我们今天很多人的危险就是有没有生命比有没有头衔更重要。好，所以这个应该是这样的一个，要有生命。但是呢，现在的危险是很多人是把头衔很重要，属灵就是头衔等于属灵啦。你有牧师的头衔，好，那你就是属灵。你没有牧师的头衔，你就是没有遮盖。好，所以现在就把这样子去画，但其实不一定的。是牧师啊，
有人有牧师的头衔，却不一定真正的认识神哦。因为我的确遇到过，遇到过。好，也有人没有头衔，却是一个真实的爱主、敬畏主、天天亲近神。在我遇到的这个就是这个遇到的叫这个牧主的罗莎妈妈，罗莎妈妈只是到现在，她说没有人去做那个长老，别人走掉了，好，她才去接下这个所谓的头衔。她说我是一个，她说我觉得没有跟过去没有什么不一样。所以他一直都是忠心的在教会里面就是服侍啊，看着谁有帮助，他特别喜欢传福音啊。见到有传福音，他就请别人去吃饭。实际上他是蛮节省的一个人。所以上次我在餐馆里遇到他，就是请那个慕道友一起去吃火锅哈，就正好坐到我们旁边，好，然后他就顺便就把我先生也跟我你也要怎么样。我先生是信主的啦，但他就是不太追求，就是这样子的啊。好，所以他就是，所以我在那里，所以我遇到的人当中，真正的爱神的人，他有没有头衔，他都是做一样的事情。所以我问他说：“哎，你现在做这个，做在牧主做这个长老，你忙不忙啊？”他说：“我跟过去完全一模一样。”好，当然只是现在有时候也会需要开会的时候，他因为有一个头衔，他就要去参加会议。他说他这是唯一的区别。他说其他的区别没有什么两样。他说我要参加去祷告会呀，去在家里亲近神啊什么，我照样跟过去一样，没有区别。他说没有区别。所以这就是一个，所以当然我真的不是反对教会里有牧者，不是反对，而是说真正属灵属神的牧者是给神给这个教会有一个极大的祝福。但问题是这个，如果头衔不能自动产生生命，这个就是这个问题。因为你有了头衔，有的牧师是真正属神的牧师，是爱神的，好，是这样。但有的牧师只是有个头衔而已，那怎么办？所以在耶稣的时代，宗教系统最完整的人是谁啊？那当然是那法利赛人了。但是耶稣骂的人，骂的最多的是谁？也是这些法利赛人。耶稣责备他们，就讲到说，他就讲在马太福音23章27节里面就讲到，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装的是满是死人的骨头。好，所以他是这样去说他。所以因为耶稣不是讨厌他们的头衔，不是这个意思。耶稣说是因为他是责备他们，就说你是有宗教的形式，却没有真实的生命。所以他就是觉得，那你这个就是一个坟墓嘛，外面搞得很漂亮嘛，里面不就是死人的骨头而已嘛？你漂漂亮亮的是干嘛呢？好，就是这个意思。好，所以没有遮盖，我就想讨论讲一下，没有遮盖真正的危险到底是什么？好，当然我们是也要有平衡，因为的确有发生的有些事情啊，比方说这个这个，比方说这个有一小群人。好，那完了以后呢，从教会里面就把它分裂出去，说我们跟这个教会不合，好，分裂出去。好，这个是真的。但是不是因为没有官方的身份，而是因为他们没有谦卑啊。我们会发预言，那个牧师不会啊。我们会看到三重天，哎呀，这个牧师不会。好，那我们就出去了。所以这是在一个骄傲的里面，好，不接受真理的里面，就说哎，以后我可以直接冲到三层天。好，所以我们几个人把它分裂出来啊，我们天天去追求云里雾里。好，这个就是没有谦卑，就非常骄傲哈。然后也不接受真理，也不扎扎实实去读圣经，在圣经的精华里面、核心里面去追求神，没有。而是他也没有彼此的监督，就是好吧，我是可以从神直接领受，所以你们都得听我的啊，这样的。所以就有的人呢就会越来越自大，因为我可以直接的听三重天的东西啊，可以听天堂的东西，所以呢你们就听我的啊。我的确遇到这样的人，
而且我还去过啊，后来我跑掉了啊，我就觉得说这个充满的就是骄傲的气味啊。我一般我闻到那个带领的人骄傲的气味到这一部分呢，我是扭头就跑。因为这种的话，他很容易落入，当一个人非常骄傲的时候，他很容易落入一个网络，就是走偏了啊。所以真正的危险的地方，不是这个里有没有头衔，而是人代替了神。所以那个地方我扭头就跑啊，不是因为他那个就是几个小猫两三只，不是因为那个，而是那个带领的人充满的是一个没有真理，而且非常的狂妄。他说他不用读圣经，所有都是直接领受的，所以圣经就读2节就好了。就是约翰福音的14章15章就读中间的2节，其他都不用读啊，你就听我的就好了。所以我赶快就跑啊，就赶快就溜头就跑，因为这种肯定就是这是人代替了神，他是直接的怎么样。我当时提了一个反问的问题啊，就旁边的人就对我大吼：你怎么能够反问神的仆人？你怎么？因为我觉得跟真理不合嘛。好，我就说好 OK，那我也不反问了，那我就拜拜了。我有这个自由啊，那很多人他们就说啊，你这会什么的，就是有点诅咒我了，就是说你出去了会被车撞死啊，你一定会生大病啊。我出去到现在还没有生过大病，也没被车撞过哈。好，因为我的神在保护我，好，所以我说我不会害怕这些事情的哈，你吓唬我也没用。好，所以一个健康的，它就是这个小群体是人代替了神。好，所以我是只看这个。如果是一个健康的小团体，它里面有一个小组长，啊，也没有一个被按牧的啊，但是呢，但他们是敬畏神，然后在一起尊重圣经，天天查经，好，然后保持谦卑，彼此提醒，好，哪怕是那个带领的那个小组长，旁边的人说：“哎呀，这个好像你这个讲的好像不太符合圣经啊，或者什么什么的。”完了以后，大家说：“啊 ，OK，我们一起祷告。”好，就是不搞个人崇拜，不是说哎呀，这个是小组长，我们的直接跟神的建立关系的啊，你不可以问他，不可以，就说不绝对化的一个某个人，没有这样的，因为我们的头，我们的遮盖都是基督，所以我们在下面的呢，所以说我比你哈，我可以，我比你读圣经多读了几年啊，那我可以，也许我会可以教教你。但你也可以反问说啊，好像你这个教的好像不对哦，我读的好像不一样。好，我们可以讨论。所以我们的关系是平等的，牧师的关系与你也是平等的，不能因为说他一句话你就说啊，因为是牧师说的，我必须得听啊，不是这样的哈。好，所以如果一个带领的人他总是说我是对的，别人都不属灵，你只能听我的，这个非常非常的危险的信号。你听到这个地方，你是不是考虑赶快溜掉？所以因为这个地方已经变成了把人代替了基督，这就很危险了。好，所以真正的遮盖到底是什么？真正的遮盖，好，很多人以为遮盖就是上面有人管着，我上面有一个牧师啊，我有遮盖了啊，我有遮盖了。但圣经里的保护更多的来自什么？来自第一个与基督的连接。你到底有没有跟基督连接？这个带领的人，他跟基督有没有连接？这个很重要。第二个是活在真理的里面，有没有遵守圣经里面它的核心的意义和价值？假如有一个带领人说我不用啊，我就直接把你带到山中天啊，你就赶快溜，因为他这个没有活在真理的里面，就没有活在保护的里面，很容易偏掉。很容易偏掉。好，跟基督灵联合，跟活在真理里面。再一个呢，有圣灵的提醒，大家都在追求跟等候神，听神的声音，每个人都要追求。所以我们可以彼此的印证啊，我有这个感动，哎，你觉得呢？你觉得呢？我们教会可以这样走，哎，你觉得呢？我们都去祷告，然后看圣灵的在我们的提醒。感动是什么？我们彼此交流，所以我们彼此之间是在一个同等的里面，哪怕你是牧师，我们因为牧师也会犯错，都是人嘛，
你要不能把牧师抬到一个跟基督同等的地位。好，所以那个时候我主要是质问的那个带领人，我就是说，你跟耶稣，你的，我说我听着你的讲道哈，我一直觉得你已经把你跟耶稣是同等的位置了。我说我只想问你，你的位置在哪里？他就笑了一下，就没做声，不回答。我说 OK， 不回答，那你就是默认了哈，默认你就是基督。好，那我就跑得更快啊。好，那圣灵的梯形有没有？还有这个肢体是彼此守望，我们是彼此守望，我们是一个平等的位置。好，在这个地方有小组长，当然小组长他要立一个规矩。好，我们在聚会的时候，我们不能聊天，对不对？我们在聚会的时候，我们聚会的模式是个什么样的？小组长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但是不等于他所有的事情都对。好，所以我们是彼此守望，彼此祷告，特别是说我们这个小组好要怎么这样去追求。好，我们祷告一下子，你觉得，哎，我们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做呢？好，所以他这个里面，所以这里在圣经里面，我们就知道这有圣经的这个这个真理在里面，就是讲到你们这个约翰一书的2章27节就讲，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好，所以这节经文并不是说完全不需要教导。好，你进来，你根本对圣经完全不懂，就像我刚信主，旧约新约都搞不清楚。好，但我刚进来的时候，我是需要被教导的，这是肯定的。而是他这个地方讲的，真正带领的人呢，他就真正带领人的那个不是人，而是圣灵。所以最终是圣灵，所以进来的时候是要被带领。带领什么？所以我们在网上为什么我们常常的在用等候神，然后去教大家如何聆听神的声音，就是因为要这样子，就是最终因为我们的网上的带领最终是圣灵。好，那我们可以彼此祷告说，哎，到底好，我们这个网上啊，在没有牧师头衔的人的这个所谓的遮盖下，我们会不会走偏？好，那我们如果我在那讲的东西啊，已经都开始偏了，下面的人就会说不对啊，这个不符合圣经啊，这个样子啊，完了以后圣灵给我的感动不是这样啊，你这个样子是瞎搞啊，可以这样说了嘛，对不对？好，所以因为我们最终的所听命的是圣灵，所以所以恩高常存在你们心里，这就是为什么要从等候神开始，不是，就说所以那这样的话就不是让人来教训你啊！我们教会的规矩是这样，你们剥饼只能这样，你网上怎么能剥饼呢？啊，我们教会呢？所以啊，对，跟大家讲一下，我们明天我们是6月1号哈，这个小朋友的节日，但是呢，我们是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的第一个星期一，好，我们就会用等候神的时间来剥饼聚会。你要是基督徒，你要预备什么？你来参加聚会的时候，你自己在你的旁边，你预备好一个小杯杯，好葡萄汁哈。另外一个呢，你自己搞个小饼饼哦，因为你不知道那无效饼，因为我没有办法去判断哪个是有效，有个无效哈。好，那我们家都每个家里都有面粉，对不对？加一点水，捏一捏，在炉子上烤一下就好了，拿个平底锅烤2下，好就好了。好，那就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在一起，我们就一起来成为一个整体，一个集体。因为剥饼的话是需要肢体的，不是一个人剥饼啊，那不一个人剥饼那就叫吃饼啊，那就不就剥了哈。好，所以我就说我们是一个整体，3927是一个网上的一个教会团体。好，那我们一定要作为一个整体，我们要有一个这样的聚会哈。那我们呢，这个我们明天再谈这件事情哈。好，那我就想讨论一下，就是这个，所以在新约里面，每个信徒都是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不是牧师替我听神的声音。好，那我们网上聚会到底有没有价值？好，没有遮盖啊，没有牧师。好，因为我没有头衔，因为有的人直接问我，哎，你是不是牧师？有没有头衔？
没有头衔有人就走了啊，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你因为你好，因为我们的网上尤其实际上在这一个特殊的环境里面，我觉得非常非常有价值。为什么？因为有的就是刚才我讲了，有的人住在偏远的山区，好，一个村庄里面就没几个人，好，然后这个里面就大家都不信主啊，拜佛啊这样子。那你在这个地方，你可以丢掉你的信仰吗？好，所以在特殊的环境下，如果有真理、有爱、有生命、有彼此扶持、有真实的追求工作，神一样做工，对不对？所以我在网上，他只要有信号的地方，现在到农村你都会有信号，有 WiFi 嘛？有 WiFi 的话，你可以用电脑上网跟手机上网都可以，所以就可以来到我们这里，跟我们一起来追求，因为神一样会工作。他借着网络，借着任何的东西，他都会工作。所以你要知道，在疫情当中，是在美国是教会是好像教会是关掉了有没有半年啊？我都忘记了，反正是关了蛮长一段时间。每个教会都搞线上啊，就像跟我们一模一样哈，就在线上聚会。难道神就不在那里吗？你有没有想过神有没有在那里？当然有，真正所以重要的是不是在一个建筑物里面？当那个时候疫情的时候，在美国每个人都是在这个电脑前面哈。好，那所以不是在建筑物里面人有没有，而是就说真正的教会是人有没有真实的来到神的面前，这才叫教会，而不是一个这个物。好，当然我们也要避免进入另一个极端，因为有些人在教会受伤了啊，在受慌了，就开始说：“哎呀，这个教会都是宗教场所啊，我不去了啊！”这个所有的牧者啊，我都不相信啊，然后我就只相信自己，这又是另外一个极端啊，不可以啊。所以因为你一个人这样的话，你就会完全没有办法接受别人的提醒，这就容易有偏差。你一个人在家里有一天你突然觉得你可以进入三层天了，也没有旁边的人告诉你，你这个是走偏了哟，那对不对？好，所以健康的状态是什么？就是保持开放，保持谦卑，爱真理。好，所以你就是你保持开放，就是说我到了一个环境，我教会我在这个城市里面，我有教会，哎呀，我可以去啊，这样没有问题。哎，这个教会啊，我很喜欢，很好。但是如果你遇到一个环境，就是没有办法去教会，那你怎么办？那你就保持开放，就说神啊，我想追求你，跟肢体一起来追求你，你就来我们网上啊，这是虽然我觉得说你们家有网络吗？你有手机吗？每个人基本上都有哈。啊，以前还是只有电脑才能上来，现在手机每人一个哈。好，而且保持谦卑，就跟神说：神啊，我们在这里追求你，好，我是谦卑的跟随你，好，然后你给我的任何的环境，好，我都能够接受，而且我非常的爱真理。我们一起，我们来等候神，但是我们也要在真理的里面，我们要查经，把圣经高举圣经放在第一位。圣经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好，就这样子。好，所以尊重真正属神的牧者，我们不是不尊重他，他只要讲的在神的真理当中，好，我们就听。所以在网上我常常去听到，我常常听一些我喜欢的牧者的一些道。好，那但是我不会迷信，因为我喜欢他的道，所以这个人就是个神人啊。然后他说的什么话都是神的话，不是这样的。我听到就是说，他这一部分是我最喜欢的啊，是不是我最喜欢，是我最需要的。好，然后是点亮了我的心，好，然后知道说，哦，原来圣经里面是这样解释的呀，啊，我就很喜欢，但是跟这个人没有关系。所以牧者跌倒了，我不会从此说，哎呀，不要信这个神了，这个牧者都跌倒了。现在是不是有牧者的？有，常常有，这个绝对不会停止。他说啊，为什么老是有牧者跌倒啊？因为他是人呢，当然不有这个跌倒也那个掉，跟你有什么关系？对不对？你的关系是我与神基督建立关系，那个人我只是会觉得好可惜。哎呀，他跌倒了，他好可惜，失去了神要使用他的，
他过去的那些过去的一切的被装备，可惜了了。所以我一般我就只是觉得可惜了，没有别的。所以我们不要去迷信一个头衔，那个是个牧师，甚至是带着主任牧师、大牧师、牧师的牧师就是这样的。我们不信头衔，但是也不要骄傲的独行。既然牧师都是这样的，我就自己怎么样，不是骄傲独行，而是神给你要你去做什么，做小组长你就去做，让我到神让我在网上来带领大家，我就去做。有多少人没关系，我都跟神说没关系，只要我里面你在感动我，里面感动我，我就做这件事情。好，所以这样子，所以我们真正的。我们第3点我们要做到的就是要注意的，就是神正在恢复一个真实的关系，而不是在乎教会的这个建筑物到底有多大。特别那所以我们要知道要恢复真实的关系，因为我相信这个时代，特别是很多在不容易的环境的地方，好，对基督教极度的迫害的地方，好，神正在做一件事，他在拆毁一些空洞和宗教化的东西，同时也在恢复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所以你有时候看到哪个教堂，这个把十字架给拉下来了，那个教堂也不能用啦，这样子，你不要就认为完蛋了。哎呀，我们被这样逼迫，我们教会给拆了。这个公安已经到那个地方已经说了，你们不能在这里聚会了。然后怎么办呢？我们的信仰就没了吗？没有了吗？因为神，就说有时候我自己也在问神说：神，你为什么允许这件事情发生？为什么让这个好好的教堂十字架不仅被拆下来了，完了这个教堂好像也不许关了门，再也不举行聚会了？你为什么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呢？神就是讲说，对，我就要发生，让人真正的意识到，你到底是进入一个宗教组织，还是你真正与神建立关系。好，人与神建立的关系，不是被环境决定的。在圣经里，在这里很多属灵的复兴都是从个人先开始，先开始渴慕神，像大卫呀，那个先知都是他们先自己但以理呀，像他们都是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的，他们才可能被神使用。好，所以如果环境有限，不代表灵命就不成长。哎呀，这个人都不去教会，但他在一个山区里面，他没有他要去教会，他要翻山越岭几个小时，真的有这样的人翻山越岭几个小时。所以我就跟他讲说，那你这浪费，你翻过去花1个多小时，再翻回来再花1个多小时，那就是3个小时在路上。那如果你所以我那个有时候我遇到一个姐妹，我就说，如果你们这里也我都看到你们周围都有在过内在生活，与神建立关系的，如果你们几个人搞一个小组，然后呢，因为你们都住的比较近嘛，每个人花15分钟的走路这样的。对啊，他们说对啊，我说然后呢，你们就自己搞。哎呀，可是我们没有遮盖，这是很多人的问题。我们没有遮盖，我们没有牧师，那边山那边里有一个牧师。好，我就跑到山那边去，所以后来我也去问了山那边的牧师。他说我也不是住在这里呢，我要走路1个小时，要他每个星期要跑好几个地方去给他们举行主日。哎呀，我就说真的太累了，他一个人他累啪啪了，其他人就好像就躺着就等着他，或等着他来，或者是要翻山越岭到哪个地方去。好，就是山区的确会有这样的情况。好，那后来我就说，那你们干嘛不就近呢？比方说，我说你牧师我就说你集中的训练一些小组长，然后呢，让他你就去教他们如何的去举行他们的小组聚会，把它代替主日。那这样的话，大家都不用3个小时在路上我说，然后呢，因为这个就像初代教会一样，他们不会是翻山越岭花1个小时在路上，然后去到某一个地方一个
一个看起来像教堂的地方啊。那所以我们真的求神帮助我们，怎么样子去重新建立。好，所以我就想讲大家的几个方法，就是在正在恢复神的关系里面，我们如何建立自己的祭坛。好，第一个是建立个人祭坛，这其实是最核心的。最核心的一个人，实际一直都在找一个完美的教会跑山路一两个小时那个教会也不一定完美，对不对？却忽略了真正让人属灵成长的，往往是每天与神独处。好，独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马可福音1章35节，就讲到耶稣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他没有说次日起来耶稣走一两个小时然后去参加一个什么教会的敬拜这样没有。所以耶稣就是单独的亲近父神。好，我们也是很需要这样的时间。好，我们好不好？我们好啊，每一个人好，你不管你有没有教会，因为有很多的教会就是星期天有一次聚会，其他时间呢？其他时间是你，所以哪怕每天安静花10分钟，好，10分钟安静一下安静，然后读一段圣经，也不用读很多，你一天10章没有必要。好，你就是读，然后读了那一段圣经里面，抓住2句话，与神真实的说话。一个自己学习一下敬拜敬拜放一首歌自己在这屋里跳一下舞那样子。好，操练一下等候神。所以就是一个你个人的小习惯，每天的每天或者是隔一天或者怎么样，你一个星期抓住几个时间搞一个小习惯坚持，你只要坚持20几天一个小习惯坚持20几天，就成为你的一个真实的你的一个习惯。好，所以你不要看这些小习惯呢，很多属灵的复兴都是从每天稳定亲近神开始，时间久了，人的里面的那个灵就会越来越越来越敏锐。好，那有些人没有理想的教会，但与神的关系却非常真实。所以那个时候，后来我以前有一段时间跟Rosa 妈妈，因为那个时候我还在那个教会的时候，好，我们2个人是我们是代祷同伴代祷同伴呢，那我们就会一个星期我找一个时间，找一天的晚上，好，那他说他晚上都在家所以我就跟他打电话，在电话里面我们在一起祷告，好，就这样子。好，那但就是这种关系，然后他就告诉我你每天一定要自己要亲自等候神。我说我带等候神。他说带等候神也不行，你要一个人自己的时间一定要哪怕短一点都可以都要有一个好。所以这就是真实，因为他自己是这样做的。好，那有的人聚会很多，但并没有真正这样安静在神的面前。你聚会都很多，都是在跑外面好热闹好，所以这个耶稣就讲到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怎么样？马太福音6章里面就讲到，你们要进入内室，祷告你在天上的父，就是这样的。所以这就是我们等候神，就是进入内室，关上门，没有那种很嘈杂的音乐这样子都没有，你就是一个人关进神，你就记住，神是不受建筑物的限制。所以你周围你没有这个实体的教会也没有问题，你完全可以自己。好，那当然这是第一个个人的祭坛，每天的亲近神。第二个呢，就是你还是要找2、3个真正渴慕神的人，好，真正的与神建立亲密关系的那样的人，我们在一起在一起来敬拜。好，那因为有人受伤以后会说，哎呀，我以后只在家里自己信主，我就一个人。就说他长期完全脱离肢体，非常容易什么？一个是孤单搞2天今天读经算了，我不想读了。今天我今天等候神算了，我一个人不想等候神了。
一个人的话很容易就孤单下去了，所以有些人来我们网上等候神啊，过了2年一忙啊不见了，再等他想起来以后回转了，就等我想起来以后已经是5年过去了，他才又回来。哎呀，我当时要如果每天跟着你们一起等候神，大概我这5年会进步很快。我说没关系，我说你再回头来再把它捡起来也行啊，你至少你回来了啊，有的人出去了就没回来哈。好，所以容易孤单，有时候会偏差。我就刚才讲的说，那个一个人跑到3层天那样子的，或者是情绪化，一下子高一下低一下高的，因为或者是只是家自己理解。你比方你读经，你解释错了，偏了，你自己在那解释，没有人在旁边跟你一起讨论啊，所以那因为教会并不完美，但是呢，我们也要保持一种某种属灵的连接。就像我要在网上哈跟你们好，那我们这个网上也有这个小组，他们每天早上就是大家一起挤在一起，就是查经啦，啊敬拜啦，等候神啦，好看起来没有做什么很伟大的事情哈，但那些就是什么2、3个人在一起这样什么。神就在他们的中间，好，这中间，好，这个就马太福音18章的20节就讲到，因为无论在哪里有2、3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的中间。好，所以我就知道，这样的小组长不是每个人都很会带查经，有的那个组长他们的这个神学的背景比较强一点哈，他可以解释圣经啊这样子。有的小组就是搞不清楚啊，哈，大家一起读啊这样子，完了分享一下就这样子。所以但是我发现他们的属灵的进步是我觉得好像差不多的。好，他们的就说，因为他们有些你只要真实就行，你人就是人不一定要很多，但都是真实的。我就是真实的追求神。有的人用这种方法追求，有的人用另外一个方法，有的人看起来比较高端，有的人看起来比较初级啊，都没有问题，只要真实。所以，因为现在很多人，你不要认为大教会啊，到后来我从我的经历当中，我发现啊，大教会有一个问题，大教会的聚会很热闹啊，咔音乐啊这样子，但是呢，人与人之间的交通相反变少，因为人多了嘛，一搞的话呢，你自己都消失在这个人群里面啊，然后真正的属灵的连接相反少了，所以后来我就发现，我真正属灵连接了，就是我们自己的小组啊，那几个人啊。然后我过去的那个小教会相反，我到现在跟他们都还有连接啊。为什么？因为过去我们在那很多年，教会很小，好，完了以后牧师知道每个家庭的状况，你的小孩今天怎么样呢？谁的小孩子啊读了哪一所大学啊？怎么都知道。所以我相反觉得那个小的教会非常有人情味，从牧师到同工到下面的人，大家彼此都很熟。你搞不好，我以前去过一个教会，我甚至常常的混到牧师家里去蹭饭吃啊。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还没孩子了，我和我先生2个人。然后呢，我做饭又做的不太好。然后牧师呢，那个牧师是香港来的啊，很会做饭啊，师母也很会做饭。他们就很想他们就很想的，那就什么，就很想让我们起来，好搞一个青年的团契，好，就希望就是因为我们那个教会就全都是老年人啊，我们这种学生级别的这样子没孩子的哦，啊，只有几家人。他说你们几家人在一起搞一个青年的小团契啊，这样子，所以我就常常到了牧师家里吃饭啊。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个牧师的拿手的做的那个葱姜螃蟹哈啊，做的非常好吃。Anyway，所以真正的后来我就觉得那个小教会他们教会的总共的人数大概就只有80几个人哈，但是非常温馨啊，非常温馨啊，这个彼此之间就是都是好朋友哈。那所以神是不受这个建筑物的限制。我记得那个教会主堂就很小很小，因为只有80几个，很小很小。然后旁边副堂
就是有几个小桌子，大家一起吃饭啊。吃饭呢以后呢，完了以后呢，这个牧师呢就拿了一个小罐子，每个桌子上放一下。哎呀，那个我们这个饭钱实际上是我们是拿了在餐馆里点的买的外卖过来的啊，你们还是应该把这个大致你们家里的多少人，你自由奉献钱了。当然最好这个钱能够摊付你们家的这一块啊，所以我们就是这样的，所以非常的好。那神不是受物质的建筑物的这个限制，所以不要因为失望就离开肢体生活，好不好？重点不是人数，80个人还是1000几千人啊？而是有没有真实的寻求主，这个是最重要的，好不好？好，因为大教会有大教会的好处啊，小教会有小教会的温馨。好，那我们第3个要做的呢，就是学会安静等候神。好，诗篇46篇的第10节就讲了，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好，所以因为这个教会这个时代很吵，手机在响，短视频也在响，好，所以世界一直拉我们的注意力。好，很多人已经就不会安静了。好，所以我为什么有时候很多人在微信里找不到我？因为我不会把那个什么那个铃声那个通知铃声打开的，我的手机长期都是静音的，只有我需要的时候我才会把它打开，看看留言哈，然后呢有时候我打电话出去可以。好，我们家里的人呢打的电话的话，他会直接的发到我的手表上面，哈，我就知道他们在打电话。其他人呢基本上都进不来哈，就是这样的。好，因为我知道这个世界很多东西都在抓我们的专注力，特别是手机。手机里面的你要一天到晚把个铃声搞起来。以前我先生没有把那个铃声关掉，一会儿嘣，一会儿嘣，他就吃饭的时候嘣，这样子。后来我说这个你会打掉多少的专注力？你要知道一个人的专注力一旦出去了以后，你认为多长时间能够拉回来？平均半个小时。你被一个声音拉出去了，你大概就想回来以后，哎，我刚刚在哪了？这个东西到了哪了？溜着花半个小时，你才回到刚才的状态。假如你的铃声一直叮叮叮叮呢，那你这个专注力就没有了。所以神就为什么说你要休息，知道我是神，你不要让这个手机是一个很好的工具。我到哪里我也少不了，因为电话呀，你要跟外界联系啊。但是呢，手机会让你的生活卡成一节的断的，你是断层的，所以你的事情都做不完。好，所以你的专注力很厉害，很需要你专注于神，专注于工作，专注于什么？所以我就跟我先生说，我们做什么的时候，我们就专注于只做那个东西。所以我们出去散步的时候，我会带我自己的手机放到口袋里面，万一我们走丢了，我可以用手机把它装回来。但是呢，我们不会看手机，我们专注的就是走路，看外面的风景。哎呀，所以这个是专注力。那我要专注，我要晚上的时候，我比方说我要想跟你们讲什么东西哈，然后我就会专注于说，哎，我要讲哪几点，我要怎么样啊，我就会去写这些东西。我在写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常常1-2个小时，我都不会被人家打搅。好，这样子啊，因为神很多时候神不是不说话，而是我们里面太吵，所以我们里面常常在抓这个专注力。好，所以你很多人一事无成，跟专注力很有关系。你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就只做那一件事情，不要搞眼睛、手机、耳朵都在听。好，那完了以后，你一件事情都搞不成，好不好？好，所以学习啊，我们学习追求神，我们就要学习安静听神的声音。所以那个时间，你就是来听神的声音啊，也不要分辨，你要学会分辨，这是圣灵的工作，还是我情绪激动啊？我就觉得我就是想干呢，还是这样。所以很多人因为传统的教会太枯干，所以很容易走掉另外一个极端。好，因为我的确在国内的时候去到某些教会里面，让牧师头痛的
就是有一群人天天凭感觉追求神机、异梦能力啊，感觉这样子。然后今天早上起来说，神没有感觉让我今天来参加聚会就走了，就是这样子。好，完了以后，那个，所以当时那个牧师就跟我讲，他说我真的很希望这批人今天没有感觉来参加你的聚会，因为他来了以后，他使别人分心。可是那帮人就来了，来了以后呢，然后呢，我就开始就是按照神的里面的话来传讲神的话语，带他们敬拜，他们很投入。后来我就跟他我就趁机了，我就跟他们讲，就是讲的说，我们不要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也是就今天跟你讲的这些。好，他们讲的哟，哇，眼泪就下来，因为我知道他们是真实追求神的人，但是对那个枯燥的那些讲的那个讲台信息不满，所以他们就走到另外一个极端。他们不是不追求神，所以后来我就跟牧师讲，我说牧师啊，我觉得他们是追求神的，当然这个就要学会一些带领，他们可能对有些东西不满。好，那所以会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我们好不好就是关心一下他们里面的需求是什么？如果满足他里面的需求了以后，很可能很多事情就会有变化。所以我就跟他牧师说，我说你不要排斥他们，不要排斥他们，然后把他们接纳进来，然后让他们学习在真理里面走得稳。他们追求听神的声音，追求异梦能力，但是那个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啊。我们等候神，我们也希望有感觉，但是那个感觉不是我们的目标，所以也是这一段时间我一直在强调的，我们要有一个平衡。好，是因为真正圣灵的工作，你要知道，并不只是外面的活着啊，这个完了倒地啊这样子，这是我以前的任务啊，这个神都不爱我的，没有让我倒地啊这样子。好，不是这样的。真正亲近的神是里面越来越谦卑，越来越温柔，越来越有生命，越来越这个，哎呀，好，越来越有生命，好，就越来越能够被改变，而不是越来越骄傲神秘化，走进一个神秘去排斥别人，好不好？所以我们我们要有一个平衡，就是既要跟随圣灵，好。也不要失去真理的根基。所以我就为什么在我们网上，我们一直要强调圣灵和圣经一直要在一起。假如因为有些传统的教会只在讲台上面讲圣经的啊，要这样解啊，那样解啊，然后排斥圣灵，所以你的经解的就是枯枯燥燥的，底下人就睡着了。但如果，所以我为什么我现在把主日越来越搞得像是，就说越来越我们的题目越来越怎么叫做，就是比较这个比较这个就是本土化，就是有点就是能够就是接地气啦。因为我就觉得一定我要跟神说，我想跟他们讲的讨论的事情就是他们现在遇到的问题。我不想讲那种大大的啊，神的荣耀啊，完了又到天上去啊，这样子天天在天上飞，然后呢，地上的我的生活我怎么办？我线上遇到了困难，我现在遇到的我的实体教会被关掉，我现在遇到的我是没有实体教会，我怎么办？啊，王你会又有自责，所以神就让我越来越真的让我们就是回到圣灵和圣经的根基上面。好不好？所以弟兄姐妹，不要因为环境限制就灰心。哎呀，神从来不会受环境的限制，是不要因为别人一句你没有遮盖，然后你就陷入一个惧怕，完了，没有的。真正的问题是你是不是有没有某个系统在认证你？不是的，我没有任何的系统认证我。好，而是因为我后来就发现是你有没有敬畏神？有没有活在真理里面？有没有越来越像耶稣？有没有越来越亲近神？这个是，如果是有的话，神正在亲自带领你。你只要问这个，所以我后来就觉得我就坦然下来了，坦下来了。其实这个时代真正渴慕神的人是正在经历一种转变，因为这个现在的时代。AI 的时代，这个网络的时代，好，那所以从一个
依赖一个宗教的环境，一个实体的我们的教会要做1000人，我们的教会要做多少人进去，能依赖这个宗教环境，慢慢进入一个真实的与神同行。你遇到了疫情怎么办？大家都要隔离的时候怎么办？好，那这并不是说我们不要教会，而是先恢复人与神之间的真实的关系，这是教会应该做的。当一个人真正的开始每天亲近神，好，里面慢慢产生平息、平安、平息属灵的分辨力，有温柔和力量的，然后呢，就是无论环境如何，你都不容易枯干。所以你要建立的是这个。而不是只是说，哎呀，我就依赖于外面有没有一个大教会来罩着我哈。如果有些人已经疲惫了很久了，好，你去聚会，但里面觉得空空的，你服侍很多，但你已经失去了起初的爱心，你甚至开始怀疑说，哎，神还真不真实啊？那我今天我要对你说，好，神今天借着我的信息，这篇信息来再告诉你。孩子啊，我没有离开你，我一直都在这里。也许环境有限，但是神仍然在寻找一个真正渴慕他的人。你真正的渴慕他吗？好，所以你要知道，神要先呼召的不是我们来建立一个大施工吧，把它建立越大越好吧，而是先回来，你要安静，你要有祷告。你要有读经，你要真实的爱主。好，当你这个人与神建立了连接，生命就会重新的活过来。然后呢，你就找几个跟你一起渴慕神的弟兄姐妹啊，我们在家里一起搞一个小组聚会，好不好？好，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不反对有大的教会，如果这个合适的教会就在你身边，一定去。好，但是如果这个环境没有，你就可以按照我们在网上你发现有些弟兄姐妹就跟你住得很近呢，我们在一起搞一个线下的实体聚会，每个星期搞1次，或者2个星期1次也行，就是这样的，有一个真实的与神连接、与肢体连接的一个生活，好不好？我们今天安静在神的面前，我们祷告说：主啊，我们承认我们这个时代有很多的宗教化，很多的形式和很多的忙碌，但是主啊，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你自己啊！求主你恢复我们里面对你的渴慕，让我们不是只停留在知识里面，而是真实的经历你。主啊，即使环境有限，仍然让我们学会每天亲近你。让我们在安静中认识你，在圣灵里经历你，在真理中扎根。主啊，你要来医治我们那些现在心已经疲惫的心，恢复那些已经灰心的人，让这个时代重新兴起一群真正建立爱你的人。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祷告感谢。乃是奉我主基督耶稣的圣名 ，Amen。好，那我们的今天的主日就到这里，祝福各位宝贝睡在神的同在当中。明天呢，我们等候神的聚会就是9点钟，我们在这里来，我们一起来波比，成为一个集体、一个团体，在这里来与神连接，与我们彼此之间连接，好不好？好，那我们就这样咯，我们就明天见。